你以為自己屋企好安全，鎖好門就冇事。尋日先到香港嘅一個男人，用咗一個極度猖狂嘅方法，差啲就入咗屋。最恐怖嘅係佢揀目標嘅方式，可能下一個就係你屋企。究竟呢啲專業賊佬點樣揀獵物？哇，真係冇陰功！今朝清晨5點幾，天都未光，香港心臟地帶中區有單位差啲就俾人成間搬走。警方接到報案，話有個男人用暴力想撬爛人哋道門，擺明想入屋爆竊。警察一到即刻用銳眼系統，即係全港嘅天眼網絡，瘋狂咁碌閉路電視，幾分鐘之內就鎖定咗個賊嘅樣同走佬路線。結果點？喺案發單位5分鐘路程嘅一棟唐樓天台，揾到個賊匿埋，簡直係插翼難飛。起底一睇仲心寒。呢個賊姓沈，46歲，中國籍。尋日先用雙程證嚟香港，身上仲搜到晒手套、口罩呢啲開工假生，即係點？佢唔係嚟觀光，係有預謀、目標明確咁嚟香港犯案。尋日到今日就做嘢，效率高過好多人返工啊！好啦，問題嚟啦，點解係中區？係咪專揀有錢佬？錯晒。消息話案發單位本身個門鎖就有啲問題，呢啲賊佬最叻就係揾呢啲缺口。你唔好以為淨係中產區先危險，任何保安鬆懈、設施殘舊嘅地方，例如舊式唐樓、睇更成日唔喺位嘅單棟樓，隨時仲危險。你再諗深一層，佢點樣可以喺清晨時分自出自入，上到人哋門口？係咪跟住戶入去，定係個大閘根本冇鎖？大廈保安去咗邊？呢啲全部都係懸念，亦都係你同我屋企最大嘅漏洞。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，呢一條入屋犯法罪係超級重罪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以監禁14年。但對呢啲亡命之徒嚟講，搏得過就係佢哋嘅人生信條。警方已經提晒大家，聖誕長假期就到，好多人會去旅行。你諗住開心放假，你間屋喺賊佬眼中就係一個冇人看管嘅 ATM。出門前唔該 check 清楚門窗，有能力嘅裝翻個 cam， 裝個門窗感應器，幾百蚊好過你成副身家冇晒。翻到嚟，我哋一開始條問題，究竟賊佬點樣揀目標？情報分析話，你知佢哋唔係優先睇你屋企有幾多錢，而係睇你有幾容易入口。門鎖爛、鐵閘廢、走廊冇燈、鄰居冷漠、冇 CCTV、韓更依造，係彈中一樣，你嘅風險就幾何級數上升。佢哋唔係揾肥羊，係揾病羊。你檢查下自己屋企有冇成為佢哋眼中嘅病羊，喺下面留言，講下你見過最離譜嘅大廈保安漏洞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一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唔會中招。